以死谢罪吧。钦差大人明察，小的只是路过舒大人房间，看见门口无人守卫，放心不下，这才进去看了一眼。怎么会是小的下药杀了舒大人呢？你还敢狡辩？本官已经问得清清楚楚，李太医开的药方中根本就没有辽山参。药铺的伙计也已经证实，今天下午你确实去买过这种药。驿馆的人也看到你夜晚之时悄悄进过厨房。大人饶命！大人，小的是看着舒大人近日身子虚弱，想帮他进补，小的也不知道这补药居然还会杀人呢。到了现在你还敢抵赖，真的以为本官好欺骗是吧？你一个小小的驿丞，怎么会有胆子谋杀朝廷命官？肯定是有幕后主使。你最好从实给我招来，说不定我还能留你一命。回禀大人，小的冤枉。小的在药里面确实放了辽山参，但舒大人却非死于小人之手。今晚，小的端着药碗去给舒大人送药。石青红，原来是你！真正的凶手跟小人一样，是用辽山参杀人。小的听见舒大人在临死之前亲口喊出了真凶的名字，就是石青红。混账！你血口喷人！钦差大人，卑职今天晚上一直在二公子房间陪二公子下棋，这一点，二公子可以为卑职作证。不错，钦差大人，今晚石青红一直在我屋里与我对弈，直到听到舒大人身故的消息，我们俩才一起出来。钦差大人，此事非同小可。石青红是卑职的人，此事可是牵涉到平西王府的清誉。我父王历来是效忠朝廷，效忠皇上。我吴应奇也是深受我父王的教诲，对朝廷对皇上，那是忠心不二。还望钦差大人明察。二公子请坐吧，这点本官自有主张。石青红，你既是整晚都与二公子待在一起，那可有别人作证啊？房中并无他人。房间既无他人，那谁知道你是不是在包庇他呢？这位姑娘，似乎对吴某有些敌意。休得无礼！这平西王乃是国之栋梁，朝中良臣，不可无端猜测。倒是你驿丞，你虽已承认有杀人的动机，可究竟是谁指使你这么干？无人指使，是小的与舒大人有私人恩怨。舒大人官拜三品，你一介小小驿丞，恐怕连给舒大人提鞋都轮不上，何来私人恩怨之说呀？不瞒大人，舒大人曾经因为小事给了小的一马鞭，小的就此怀恨在心。但舒大人确实不是小的杀的，还望大人好好审问石青红。够了！我平西王府与你素昧平生，你为何硬要将这屎盆子扣在我平西王府头上？小的确实亲耳听见舒大人临死的时候说的是你的名字，小人没有撒谎。你石青红，不得鲁莽。钦差大人自有公道。驿丞，你本就是一个小小的驿丞，哪有胆子谋害朝廷命官？你最好老老实实的说出你的幕后主使，要不然的话，很可能会罪加一等，连累你的家人。大人，小的是受人所指，可小的不能告诉你，否则小的家人就都没命了。小的有罪，可他们是无辜的。大人，就让小的以死谢罪吧。他手下藏了见血封喉的毒药，见势不妙，便咬破蜡丸自尽了。
今天晚上我看见的人是奕成，但是抢在奕成前面的是石青红。看来想对书剑不利的，应该有3路人马。主子，李太医也在啊。一嫔娘娘悲伤过度，我来给娘娘诊脉，开一些疏散之药。婉心啊，你不要太过伤心了。你爹虽然去了，但是我会照顾你一辈子的。至于你爹的后事，你要是有什么想法，就尽管提出来。臣妾是没侥幸，一切但凭主子裁夺。行，那我决定明日一早就护送你爹的灵柩回太原府。虽然这宫里规定，这后宫的嫔妃不能因为娘家的丧事披麻戴孝，但是这是宫外，朕特许你穿素衣，以尽孝道。等回了宫以后，朕再追封你爹为从一品，以慰你爹的在天之灵。谢主子隆恩。哎，龙小弟，你可得为娘娘的爹报仇才是。这个奕成说的石青红，可是吴应琪身边的贴身侍卫。小声点，小心隔墙有耳。哦，我也怀疑这个人是吴三桂，只是此人极其奸诈狡猾，很有可能在鳌拜身边埋伏了奸细。说不定他送出金钥匙以后，才知道金钥匙的底细，再派人追回也是极有可能的。只不过吴三桂兵强马壮，雄霸一方，我暂时不想打草惊蛇。哦，怪不得主子要替他敷衍过去呢。这鳌拜的余党和吴三桂，都是我的心头大患。可是这重症不可用奇药啊。主子，这舒总兵之死，还有山西的贪腐窝案，可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查清楚的。这为了安全起见，不如主子您早些回京吧，然后由奴才陪着丽嫔娘娘一起护送舒总兵的灵柩返乡，可好啊？索大人所言极是，主子还是早点回京吧。行了，我知道你们担心我的安危，但是这次出宫以来，所见到的事情简直闻所未闻。纸上得来终觉浅，我还是想在这山西多待几天，多体察一下民情。可是主子，现在这情况实在是太复杂了，这万一出现什么意外，奴才怕是担当不起啊。身为天子，最大的威胁不是一些宵小之徒的暗杀，而是没有能力治理好这个国家，让百姓天天盼着你死。我不可能一辈子都待在深宫里面，仅凭折子来治理天下。虽然在这儿体察民情会冒一些风险，但是既是值得，也是应当。龙小弟，说得好，我支持你。以后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，我这个老大都会拼命保护你的。反正龙小弟说过，大清吹牛不上税嘛。老大，你虽然力有不逮，但其心可嘉。你这份情，我领了。主子，通宵审案，这天都快亮了，主子还是早点休息吧，保重龙体要紧。我哪还睡得着啊？天一亮，我们就出发吧。这，钦差大人，今天一早，石青红就去了那个奕成的家，听其邻居讲，就在前几日，巡抚衙门的捕头在其家搜出一箱赃银，目前他的妻儿老小全都入狱了。本钦差明白了，多谢二公子。哎，钦差大人，我无视父子，无论是对皇上还是对朝廷，那都是忠心不二。还望钦差大人回到宫中，在皇上面前多多美言。啊，那是自然。只不过这未被盗的永历帝遗物，就有劳二公子继续送往京城。咱们就此别过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大人，请上马。撤！倩影姑娘，不如趁着清晨天气稍凉，我们上路吧。好。
这钦差大人叫龙三，这满朝的官员之中，哪儿来的这号人物啊？这龙大人一行十分低调，一直身着便衣，从不惊动地方官府。一入驿馆，便屏退左右，要与书剑密谈。书剑因伤，未说几句便昏迷过去。驿丞原想在夜里投毒，结果了书剑，可没想到被平西王府的人抢了先。龙大人不敢得罪平西王，所以就把责任全都推给了驿丞，逼着他说出幕后的主使。哼，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？啊！本来这书剑御赐与我们没有一文钱的关系呀。本想着这次可以除却我这眼中钉，现在可倒好，这屎盆子全都扣到咱们自己脑袋上了。大人，驿丞知道自己把事情办砸了，怕连累妻儿老小，已经服毒自尽，并未供出大人。我告诉你，若是此事深查的话，那还查不出来这驿丞的一家老小是咱们抓的？这龙大人一看还不明白？现在急也没什么用了，依我看呢，咱们只能是一口咬定，这驿丞的妻儿老小是窝藏赃款，咱们是秉公办案，只要不让这个钦差找到证据证明书剑的死跟驿丞有关，那他就根本奈何不了咱们。但愿吧，但愿这个钦差大臣跟以往是一样的，是一个懂规矩、好说话的。这吴应奇的反应还挺快，他连夜派石青红去这个驿丞家里查探。据他的意思，这个驿丞应该是受了山西巡抚刘德昭的胁迫。